哦，您好，请问要去哪里？你好，请问要去哪？你好，请问要去哪？我要到圣心车站，请问是跳表计费吗？我要到圣心车站，请问跳表算钱係麼？我要到聖心車站，請問跳表算錢係麼？到聖心車站是200元，和跳表差不多價格。到聖心車站係200塊，撈跳表價錢差唔多。到聖心車站係200塊，撈跳表價錢差唔多。哦，好的。歡迎您到聖心車站。好，歡迎你到聖心車站。好，歡迎你到聖心車站。這座車站的歷史超過100年，融合歐式與日式的結構建築。這座車頭嘅歷史超過100年，融合歐洲式老日本式嘅結構設計。這座車頭嘅歷史超過100年，融合歐洲式老日本式嘅結構設計。也曾經是我們台灣縱貫鐵路的最高點哦。哇，我開始期待了呢。頭擺咪係喺度台灣縱貫鐵路嘅最高點。哇，我哋下當然去了呢。頭擺咪係喺度台灣縱貫鐵路嘅最高點。哇，我哋下當然去了呢。附近是不是有個龍騰斷橋呢？是的，龍騰斷橋也有100年的歷史。秋區唔係要坐龍騰斷橋咩？係啊，龍騰斷橋咪有100年嘅歷史。秋區唔係要坐龍騰斷橋咩？係啊，龍騰斷橋咪有100年嘅歷史。經歷了2次台灣中部大地震，留下來的斷橋歷史痕跡，經過200台灣政府大體統所留下來嘅斷橋歷史痕跡，經過200台灣政府大體統所留下來嘅斷橋歷史痕跡，很有意思哦。哇，真的很有意思，那我一定要去。當有意思哦，很有意思，該我一定愛去。當有意思哦，很有意思，該我一定愛去。那裡還有台灣第一座的鐵道自行車，該為含有台灣第一座嘅鐵道自行車，該為含有台灣第一座嘅鐵道自行車。歡迎您去體驗啊，一定很好玩。歡迎你去體驗，日天東好搞，歡迎你去體驗。日天東好搞。等下你就可以從聖心車站坐鐵道自行車到龍騰斷橋。等下你就坐得對聖心車站坐鐵道自行車到龍騰斷橋。等下你就坐得對聖心車站坐鐵道自行車到龍騰斷橋。這個自行車很特別，是綠能創新的。這款自行車真特別，係綠能創新嘅。這款自行車真特別，係綠能創新嘅。可以用電池回充。哇，這麼酷啊！做得用電池回充電呢？安怎麼？做得用電池回充電呢？安怎麼？硬體上的安全設計也做得很好，有 GPS 定位跟自動語音導覽。硬體上嘅安全設計未做到當好，有 GPS 定位撈自動語音導覽。硬體上嘅安全設計未做到當好，有 GPS 定位撈自動語音導覽。到舊山線鐵道沿途會經過3座鐵橋和8座隧道。到舊山線鐵路軌路會經過3座鐵橋、8座綁龍。到舊山線鐵路軌路會經過3座鐵橋、8座綁龍，相當值得去體驗哦，感覺很棒哦，非常值得去體驗。感覺東站，非常值得去體驗。感覺東站。哦，到了，這邊就是聖心車站。到咧，呢位就係聖心車站。到咧，呢位就係聖心車站。哦，謝謝你。祝您玩得開心。希望終於聊到歡喜。希望終於聊到歡喜。